耶和华，求你紧紧应我，我的心神毁了了，毋通对我黄面，免得我亲像落梦的人。求你，互我早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我靠你。求你，互我知你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我走去秘伫你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求你教示我行你的旨意。你的神是好，求你带我伫平直的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为着你的名，互我活，照你的公义带我出患难中，照你的慈爱除去我的对敌，消灭一切苦楚我的人，因为我是你的奴仆。请咱来吟圣诗。第185首，造化的神，你伫早时，请咱起立。造化的神，你伫早时，建立这世界坚固地基，求你来点心到心里，手事行你。有愿脱离悲伤罪愆，何愿堪敌罪你圣殿？太初就尽更原本，作为作者的白所言论。一生灵灰一生我转，你我心何挂念我，请来带你生由来我，因世间百姓的鲜花。分开的心对天降临，使你大能捏进我内心。你是上帝成就的人，天地受你观念观看，使你本心在我命，我对你目白加惊，永远尊贵无尽名声。归地专人天边尊名，万言根归圣行耶稣，为救世美人类受苦，愿更加归地。为作者，你素愿愿后显我命。阿门。请咱愿起来
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这日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。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请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示文第60篇。启示文第60篇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煞的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士，我若有教育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忍耐是宽容。有忍耐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快受气，袂爱不义，忍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忍耐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，咱所捌的有限，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但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看得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安尼信、望、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忍爱。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满满伫阮的堂教会。搁一遍，主你保守阮来殿堂，要伫遮来敬拜你，要来遮学罗你。主啊，今仔是你的圣神降临节，阮伫遮又愿先恳求特别上帝怜悯赦免阮一切罪过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的罪过，恳求你的圣神充满阮，你的圣神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会使。正做基督的精兵，亲爱圣神，因带保守，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，会使常常爱来亲近主你的话，靠着圣神的帮助，互阮会使彼此相听，互那教会有你的听的充满，互阮和睦合一。主你圣神。来加倍充满束缚着根治牧师夫妇的服侍，真正传达服侍，愿长老、执事、团契、干部会长服侍，拢恳求你的圣神来保守。
也愿阮所做的工，主你来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。主啊，今仔的圣礼典，犹原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。阮真欢喜看见有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兄弟，要来成做阮的大家庭的一家伙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圣神保守赐福因。为着病痛兄弟，阮即时免献上代祷。主啊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医治的神。阮为着陈庆中牧师的身体，为着吉聪庆教授的身体，为着淑丽长老。为了华山技师、技师娘，为着胡伯伯、胡妈妈、陈幼兰、俊德、春美枝啊，还有甘秀丁技师的身体，愿恳求亲爱主来怜悯医治。亲爱主，愿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这个教会将主你赏赐互阮的听甲恩典来保养。来见证，来互阮的教会伫遮成做好厝边，来荣光贴俾上帝。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啊，保守阮今下早聚会，愿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，阿门。请咱来看圣经。圣经伫哥林多前书12章的第3节到13节。圣经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尾到13节。那毋是互圣神感动的。也无人话讲耶稣是主，但温数有分别。若是神是上一个，积分有分别；若是主是上一个，功用有分别；若是上帝上一个，施行万事伫正人中的，若是圣神的显明是赏赐达人，要利益正人。因为有的对神用智慧的话福音，有的照这个神用财物的话福音，阁有人伫这个神用信福音，有的伫这个神用医病的文士福音，有的福音会行逐样的权能，有的福音做先知，有的福音会分别这神，阁有的福音会讲逐样的音语，有的福音会翻译逐样的音语。这个拢是上一个神所施行的，照伊所爱的随样分予逐人。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，也有做体。个身体的体虽然多，拢是一个身躯，基督也是安尼。因为咱正人，无论是犹太，也是希利尼，做奴才的，也是自由的，拢袂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，也拢总捌啉一个神。愿上帝祝听伊话去行的人。请咱即摆要来学乐圣歌队，要来赞美，伊即个是今仔要唱的，这首歌是《蒙福的奥秘》。
正道咱牧师今仔要正道是三位一体圣神对教会的启示，请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人若是无你赏赐的信心，阮实在无法度来祈祷，因为阮人原底就毋知影安怎来向你祈祷。阮人若是无你的信心，阮毋知影要来到你的面头前向你敬拜。阮人若是无你的信心，阮无法度对你的话语内底来得到感动甲亮光。主上帝，你所授予予阮的信心极其的重要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珍惜安尼的恩典，互阮一达时阵会当常常透过信心的感动，望行事来仰望你，来寻求主上帝你的旨意。主啊，一分享的中间，也恳求主上帝你信心的运行，授予互阮逐人生命所需要的帮赞以及引带。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愿安尼祈祷、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，伫哥林多前书12章的所在，
咱普普知影讲，一个所在保罗所讲的是属灵温数。总是讲属灵温数进前，我要来讲，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希腊文 ekklesia， 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受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受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所以教会一原底意思就是一群受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那安尼，上帝呼召一群人出来要做啥物？上帝呼召人出来彼此结连，呼召人出来彼此相听，呼召人出来彼此帮衬，互相扶持，彼此成做军队耶稣的同伴，嘛是信仰实践的顶面，成做大生的这个对象。所以教会的目的是要来军队主耶稣基督的脚步，服侍的对象嘛，得对这个信仰团体本身来开始。保罗伫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的所在，伊论到属灵的温数的时，伊讲：若无受信心感动，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意思一则真清楚。除非信心甲咱引带感动，无人会当认耶稣是基督，是咱性命的救主。那对安尼来看，咱人会当得救，完全是被动的。咱人得救，无任何的功劳，咱无法度互咱家己来接受耶稣，承认伊是基督。那安尼伫安尼的情形下，咱面对这个信仰，面对上帝时，咱的态度只有用谦卑、仰望、满心感谢来珍惜这个恩典。信心是自由的，信心依照伊家己的意思自由来运行。信心会当甲咱同在，会当引带咱，总是信心嘛会使离开咱。互咱面对魔鬼、甲邪神的搅扰，这咱会当对撒母耳上卷，先知撒母耳记上，对扫罗王甲大卫的身躯顶会当看去。上帝神要甲上同在，上帝就甲上同在。所以咱一家咱爱珍惜主上帝主动对咱的听。嘛，来把握信心，互咱会当认耶稣做主的机会。保罗教示咱，受信心感动的人，就称呼耶稣是主。总是咱称呼耶稣是主，毋那是咱嘴咧讲尔。不管是咱面对咱身躯边的代志、社会事件、世界的事件，如果有任何的无公义、无公平，咱拢无啥物款的反应，无啥物款的行动的时，那安尼，咱到底有认这位良善、甲正直的耶稣做咱性命的主宰无？咱时常来到教会，用咱的嘴来告别耶稣是咱的主，是咱性命的主宰。总是咱的内面，敢真正有耶稣的正直甲良善？耶稣捌教示伊的学生讲：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袂拢入天国，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会。一个人敢有信心的同在？有信心的感动引带无？毋是靠咱的嘴讲主耶稣是主，乃是讲咱人敢有活出，互耶稣来掌权的性命无？总是今仔日的经文讲的是属灵温数，那安尼属灵温数甲认耶稣是主，
以及上帝三位一体，这之间有啥物款的关系？咱手头的圣经若是有开的，咱会当做伙来看第4节到第6节。经文第4节到第6节，咱手中若是拢和合本的话，咱初看会想讲，教会温数、服侍、事工是信神、圣子、圣父分别来想事所安排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信神想事互咱温数，圣子耶稣交托互咱事工，圣父上帝互人有服侍的能力。那小个咱所得到的这个物件所受交托的，是三位一体上帝分别来想事互咱的。不过事实上，保罗一只的意思是要互圣徒知影讲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因个之间无分大小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嘛毋是分开的，虽然伊有三个位格，总是一体，是三位一体。所以父、子、圣神安尼的概念，是体贴咱人的软弱以及有限的知识。所以用咱人所会当了解的方法来甲咱比喻，互信徒会当明白上帝的工课。安尼来讲好啊，咱每一个人伫世间有咱必须爱扮演的角色。当咱伫外口食头路，咱的囡仔进入到校园的时，伊扮演一种角色。总是当伊倒来一厝内底的时阵，嘛是扮演无共款的角色。当人都进入到教会团契的时阵，都扮演无共款的角色。虽然讲有无共款的角色，总是共一个人来扮演的。就亲像牧师娘有一摆甲我讲，你敢会使做阮翁就好，莫做我的牧师。我想嘛是啊，我总袂当用我小会议长的官兵讲叫伊去煮饭嘛，对无？陪你怎讲？对无？在家老婆最大嘛，所以倒来到厝是扮演做翁的角色，倒来教授第一个是疼某。相反就是安尼，一个人伫无共款的处境，发挥无共款的功能，负责无共款的责任。三位一体的上帝嘛是一安尼，对旧约的创造到新约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工课，一直到即马信心来到即个世间，真做咱个人的帮衬。总是更较重要的是，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既然伊是三位，阁是一体，那安尼咱毋通摕这世间任何的代志，将上帝的主权来甲拆散，来甲分开。就亲像有的教派，伊要接受即个旧约；有的教派，伊就较意爱新约，甚至有的教派就规气拢无爱看圣经，家己创一个经典出来，宣告讲这是信神上新的启示。其实这拢毋对。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伊的工课是对旧约到新约，一直到咱21世纪，上帝三位一体上帝拢一直咧掌权、伫立理。这个世间无一件代志是偶然的，这个世间无一件代志是上帝毋知的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。既然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袂当拆散分开的，那安尼，教会耶稣基督的肢体，相共款，袂使拆散，袂使分开。咱信徒所领受恩赐、才能甲尊重，是要互信徒之间会当有搁较济、搁较深来连结。咱所得到的恩赐，是要互咱信徒伫彼此分享、
彼此互相的中间，看起上帝无共款的面貌。温处是要互咱信徒彼此分享，互相的中间，看起上帝无共款的面貌。咱所领受的温处、尊重甲才能，拢是为着教会这个信仰团体的利益。咱做来看圣经，来看保罗通过这个属灵温处所介绍予咱8种的温处。第一种甲第二种是讲到传信息的智慧甲知识，传信息的智慧甲知识。智慧讲的是人如何甲上帝沟通，知识讲的是俗世间的这个财物，总是重点拢无在伫智慧，也是知识，重点在伫要讲的信息。所以有智慧的温处的人，有知识的温处的人，爱负责任，用智慧甲温处来分享上帝的信息。这个上帝的信息就是圣经，上帝要甲咱讲的话。所以有智慧的温处，有财物的温处的人，爱咬用家己的温处来分享上帝的信息。第三种的温处是信心的温处。毋知咱圣经看到这时，敢会感觉真奇怪无？讲到信心，谁无信心？感觉家己有信心要请耶稣，毋免惊啦，验着雷公也袂降落来。好，来咱手放了。信心是一种温处，因为信心就是掠基督做主。信心这个温处就是掠基督做主。任何无符合基督的精神，无符合基督价值观的，拢应该爱拒绝。教会需要安尼的温处，因为教会毋若看起人的需要，教会愈较爱注目来看耶稣基督，注目看耶稣，独独来追求真理、公义、正德甲良善。总是有安尼温处的人，有信心的人，掠耶稣基督做主的人，有安尼温处的人，必须要面对一的挑战。因为毕竟真理有当时真无好听，真理有当时真无好听。所以就人的软弱来看，信心确实是一种温处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都问一解，感觉家己有信心要请耶稣。好，咱手放了，感谢主，我的心内真得到安慰。第四种的温处是医病的温处，病痛有分内在甲外在的。上帝知影人的软弱，伫有可能彼此伤害的情形下，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，上帝拢透过伊的信心来享受这个医治的温处，通安慰、通恢复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医治的温处，嘛当讲是复原的温处、修复的温处。肉体受伤需要医治，需要恢复、修复；心内创伤嘛需要医治、恢复来修复。总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肢体，若是受伤，若是分裂，愈较需要这个温处。通互耶稣基督的肢体来得到恢复甲修复。第五种的温处，互咱会当看起上帝怎样透过温处，爱咱信徒彼此合作。咱对福音书的人看起讲，上帝所行的新约，拢是配合伊所讲的道，伊所讲的信息。新约毋是重点。新约是要加强人对这个信息的这个印象，
一只我要问，规本圣经内底上大的恩赐是啥物？5000人食饱，耶稣行伫水面，无酒通啉，叫耶稣变酒，也是降火。其实上大的恩赐是生命的改变。所有的物质，海也好，火也好，水也好，真好控制。独独人的心真歹改变。所以上大的恩赐是啥物？生命的改变。上大的心意是生命的改变。如果咱的教会慕道友，未信者来传讲分享上帝信息的时，会当配合咱每一个人活出有见证的生命的时，伫这两种恩赐的配合的下面，我相信咱的教会会得到坚固。我嘛相信慕道友未信者会得到感动甲亮光。第六种的恩赐是分别属灵状况的恩赐。这个恩赐的功能是啥物？这个恩赐的功能是要来分别啥物是信心，分别啥物货是出自邪神。安尼恩赐若是配合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，教会就当分辨是非善恶。就亲像耶稣捌教示伊的学生所讲的话。耶稣对学生讲：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其他加讲的拢是对邪恶的出来。这种分别属灵状况的恩赐，会当帮助咱的教会照圣经的法度来行道。最后两种恩赐，一种是讲方言的恩赐。一种是翻译方言的恩赐，这两种恩赐相共款，嘛得爱相来相配合。就亲像讲，一个南部人听无国语，伊来到北部来问路，伊问讲：请问桃园教会要安怎行？伊听无国语啊，叫对方来讲：桃园教会，民生路208号。你那个红灯左转之后，再往前走，红灯再右转，带一个大回转，然后你就到了。爱听无国语啊？请问伊敢有法度行会到教会？伊听无嘛？有讲甲无讲相共款嘛？方言嘛是相共款。今仔日上帝若是要透过方言、灵语，甲教会有沟通的话。那安尼会晓讲方言的，嘛必须爱会晓翻译方言的。安尼人毋才会当领受，人毋才会当领受。所以咱的教会，咱若是心善要讲方言，请咱嘛得爱有人向上帝恳求，有人会当翻译方言。总共一句，保罗直接介绍属灵的恩赐，是因为伊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分裂，哥林多教会激动分派，伊毋望会当通过介绍上帝的三位一体以及属灵的恩赐，来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了解讲，既然上帝的权柄袂当拆散分开，那安尼教会耶稣基督的机体，愈较袂使拆散来分开。保罗毋望每一位信徒会当照因所得到的恩赐，来珍惜这个得救的记号，彼此合一，互相服侍。咱因为信心的帮助，互咱听到福音的时阵，咱当接受耶稣，认耶稣做咱的救主。因为信心的帮助，咱会当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，甲其他受竞选的人做一伙，成做教会，
成做基督的肢体。不管咱伫外面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，来到教会，拢相共款，无分大小，拢是兄弟姊妹，拢是上帝的子民。咱当来说，咱每一位受呼召出来的人，有啥毋是领受恩典的？有啥毋是靠家己得救的？有啥的恩赐、才能甲专长是靠家己来得到，毋是信心赏赐的？咱人有法度来得到永远的盼望，咱有丰盛的性命，咱阁愿意来分享。这一切拢是因为信心的帮赞、引带甲感动。信心所赏赐予咱的恩赐，背后目的是啥物？背后目的就是分享，以恩赐来彼此分享，这就是上帝是咱教会上大的意思。简单讲，有信心同在、领受恩赐的人，所看重的是分享。这也是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看起因的纷争、因的分党、因的结派，伊所毋望会当成的，彼此合一、彼此分享。伊毋望信徒会当转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凡事感谢，珍惜所领受的这个恩赐，也珍惜每一位互上帝呼召出来的人，彼此用恩赐来互相服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的信心是这个世界逐所在所做的工课，实在奇妙。你是无共款需要的所在，你着收拾无共款的神。当人忧伤痛苦的时，你着收拾欢喜快乐的神。当有人的心灵拄着创伤捆绑的时，你着收拾透放的神。当有的所在纷争、分裂有怨恨的时，你着收拾互阮合一、相听的神。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桃园教会，会当互阮教用阮身躯顶有的恩赐，来彼此分享，互相服侍，通互阮活出耶稣基督肢体的款式，也通互阮用各种的恩赐，代称彼此服侍，互阮桃园教会耶稣基督肢体会当勇壮恢复，通服侍这个社区。主上帝恳求你的信心常常充满伫阮教会，感动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照上帝你的旨意来行道，通荣光主上帝你的名。主愿安尼按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激荡伫我心。请咱来吟圣诗第383首，我当肯定着献家己。请咱起立。我当肯定着家己，来做诚实活者，这是上帝心所欢喜，心灵何塞无价。无伫他这世间相关，永远我心心志，
明白上帝善良顺转，当欢喜的旨意，承托家己信心量，祈祷将做一体，共用。宁静，我甲是人帮助着一细心，所以灵命也得无见，万魂怕亲阮好，听听兄这万年之家。内心常常祈祷，强极心道，听出我人要照无就做，当路当有款待三当，心智无敌好光，领着专心。多么事，今来少迎来，万在的相助，表演卡卡呀拍，谢谢。敬爱兄弟姊妹，即时。咱献开圣诗351首，咱要来举行圣礼典的即个洗礼日，是咱大圣，咱来做伙来吟351首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咱坐咧吟就好，咱做伙来吟全首。敬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要来领受洗礼，规日咱教会的兄弟姊妹有装清水，
陈阿全、郭阿香以及黄庭玉姊妹要来遮受洗。即时，咱就来举行即个洗礼式。大声，我一遮宣布：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，还未就天的大声有讲：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驾驶因手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必着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信神的手术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记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即时，我要甲今仔日要受洗的人来做应答，亲像迄时必定有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。但我也对恁安尼讲，恁着深信，恁着真实来反悔，搁必恁的信仰，搁伫恁的名来受洗。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清气的记号，以及要表明你伫信心的帮赞下面，恁的性命已经顶头生。当恁要受洗礼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我所要问的。即个阿全兄甲阿祥姐继续坐就好，恁用坐就好。陈清水。陈阿全、郭阿香、黄庭玉，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田宇，你还没回答。有较大声的，倒一解。好，恁是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誓约，来继续第二个。恁有要诚心反悔恁的罪，也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？用阿全兄甲阿祥姐爱讲有哦，有好。无因为我一定用麦克风，袂当做扬伤大声。恁着我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。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，恁有决意安尼做也无？有。好，一只一定答应问道理，嘛互因一只甲众人面头前来告别。只是要通过水的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的下面。咱请长老来协助。
天约，我用水带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甲你三甲基地，然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你三甲基地。我也愿信神保卫师，也做恁时常的同在。咱做一摆做伙来祈祷。伊个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今仔日咱清水，咱阿全过阿乡黄庭约，因通过即个洗礼，归入伫教会。伫小日的昨天，伊嘛归入爸囝信心上帝你的名。愿主上帝你的慈悲，圣囝基督的恩典，伊是信心保卫师，三位一体上帝的大能，甲因三甲基地，对即时到后悔。阿门。即时我要真正来宣告，恁已经个别恁的信仰来受洗，我到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桃园小会关闭，接纳你做会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以及信仰的稳定。但即时，请咱的小会员同工来到头前，向伊握手，来感谢咱。即是请伊向后转，直接来介绍吼。今仔日咱过属灵、生理的四位兄弟姊妹，第一位是詹清水兄弟，咱大声。佫有两位是即个君义兄的爸爸妈妈，君义兄的爸爸。咱阿全兄弟以及妈妈为阿乡姊妹含阿婆啊来。最后就是咱的黄庭玉姊妹，以前过去就已经参加是咱的社青团体，嘛是认真真正追求即个信仰，这是来用大声。刚刚对答了后，将因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、老爸老母、家己的朋友安尼来看待，协助因来行即个教会生活以及信仰的即个路径。你讲对了，后会好，咱来继续。好，咱做一摆大声。即时要来献上礼品。来，而且刚好咱清水兄弟一本圣经，后愿上帝话时常常做你的同在。因为阿全兄甲阿湘姐，因的目睭伊较无方便啦吼，所以较上顶呢，阮送因一支实的价，互伊常常拥护基督，总是咱常常用分享互信、互灵甲信仰，咱大声。
好，我做牧师的人，较欠缺即个人情味吼。因为我感觉上好的礼物，就是因今仔日得到的恩典吼，拢袂记得爱送遮个礼物。咱即时咱做伙来备万心，要来领受圣餐，咱做伙献开即个圣诗，圣诗360首，圣诗360首，咱做伙来吟全首备万心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寄纳属伫伊的教会下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咱即时注意来听主耶稣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寄纳要喙焦羡慕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巴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你三个伫地。咱嘛甲咱边仔人讲，愿耶稣恩典，甲你三个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予恁的。就是主耶稣，互人卖迄暝有提饼，祝谢，擘开伊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煞捧杯，安尼讲：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伊摕饼祝谢祈祷，所以即时是咱领受主上帝、主耶稣基督的体甲杯进前，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主耶稣基督
的稳定，伊拍破伊的身躯，流出伊的宝血。伊的宝血来掠砍阮身躯顶的罪，伊肉体拍破，来赦阮拢做的即个罪愆。主上帝当阮要来领受即个饼、即个饼甲杯，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用心、用灵、用心识来领受，通过即个圣礼，通互信心进入阮的心内，成做阮的引带甲帮助。愿安尼祈祷，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每一摆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为着咱来写的。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每一摆，咱就是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即个饼会擘开，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肢体，为着咱的罪来拍破。所以每一摆咱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为着咱来拍破。咱请长老来服侍。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倒一摆来思考，主耶稣基督愿意为着咱来拍破伊的身躯。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嘛来思考，咱愿意为着耶稣基督来拍破咱的身躯无？咱愿意为着别人，为着疼咱的兄弟姊妹来破碎咱家己无？有破碎，较有重新塑造。今仔日是信心降临节，咱的性命不断破碎，才会当通过信心不断来重新塑造。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用安尼来默想。
咱在座敢有兄弟姊妹还未摕到饼的？敬爱兄弟姊妹，咱注意来听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为了咱来拍破。咱每一届食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做伙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也旁杯讲：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过，伊是活命的水泉，伊是活命的水泉。当即个水进入到咱的生命的时，即个水就是信心。当咱的生命互信心充满的时，咱每一个人嘛正做生命水泉的源头。今仔日是信心降临节，咱敢有愿意正做水泉的源头？咱敢有愿意将信心、想事充满互咱的恩师，来分享互其他的人？当咱摕到杯的时，咱就一概来思考，咱领受这个杯、这个宝血的意义是啥物？
敬爱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摆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做伙来领受。咱每一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来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，直到伊搁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、甲稳定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咱搁一摆向咱边仔人讲，愿耶稣的平安甲你三甲伫地。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会当予阮通过圣礼典来领受你的体甲杯。虽然这是一个上等的仪式，总是阮相信你的信心，通过安尼的圣礼典，有进入入阮的心内，感动阮的心。倒一摆来思想主耶稣基督肉体拍破，以及伊宝血的流出。愿信心保惠师帮助阮，互阮不是破碎阮家己的性命，互信心有机会重新甲阮塑造。也愿活命的水泉，就是信心，充满一阮的性命，通真做分享稳定的出口，通真做彼此服侍的出口。主上帝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奉献，咱要请邱信执事甲宜林执事，传俊执事，咱请咱第一摆来咱教会聚会的朋友，若毋知影这个奉献的意义，毋免奉献。
报告，请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。所以我互恁知，互上帝神感动来讲的，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；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，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，请。所以我互恁知，互上帝神感动来讲的，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；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，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。所以我互恁知，互上帝神感动来讲的，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；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，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。请咱来看这个周报的第一面，服侍的人员同工，请咱来注意咱的服侍。第3面小组的聚会，有缘请咱的兄弟踊跃来参加小组的聚会。奉献的部分若毋对，请咱中一来更正。请咱来看消息的报告。今仔日是圣神的降临节，6月份10月的中节。长老是主席长老，执事是春燕执事甲秋兴执事。咱伫头拄有举行着圣礼典。6月份的这个寿星名单，我若念着，等下请咱的兄弟到头前来。丹花山、萧雕选、嘉丁、吴美惠、曾英荣、刘喜鹏、叶瑞菊、简李秋娟、林秀锦、林明正、林芳玉、黄水金、林炯洲、林富祥、蔡以如、朱美玲、萧素娥、张伯君、张怡玲、林厚昌、黄丽文、陈宗厚、李曼英、赖建义、陈胜池、陈伟斌、廖凯勋、王乃馨、黄嘉怡、张富国、蔡梦荣、叶盈君、蔡耀全、宋茂琪、王以玲、王恩义、李芳婷、郑惠美、刘俊义、陈怡轩、江义慧、徐景乾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阿门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今仔日中午财务部的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加小会。今仔日中昼12点半，第7空一式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2017年的夏季学校生活营的开训甲这个私训，伫下晡的1点，伫9楼的主日学来召开，请夏季学校的同工出席。6月3日拜六，这是长。下主日是2017年的这个下半年度的时间协调会，要伫下晡的1点，伫7空1室要召开，请咱的中职团契首长来出席参加。结束了，咱要散开6月份定期的中职会，请中职来出席参加。小会消息。伫5月27日拜六，伫安养中心为这个柯明娇姊妹，就是这个国文弟兄的妈妈来受洗，并收圣餐。咱兄弟有20人来参加，感谢主。教会消息，2017年的夏季学校的生活营，时间要为7月12到7月15，这个招生的对象请咱来看甲费用。妇女团契甲夫妇团契也话灵修是伫6月17拜六请咱兄弟来看。请咱各区的区长来建立这个群组，邀请会议要加入，来因为咱这个新的区的。总共有8个区咱为着来建立这个群组和这个事工的讯息传递，会使更较方便请咱的区来注意。教育部伫这个第5期的这个社区花艺班，为6月24日起，请咱兄弟来注意。平安7月节音乐会咱邀请无导友做伙来参加，也请咱。兄弟来注意看咱的公告的海报。教界的消息，新德中会教育部台神信徒新学系所办的这个教会中职101的训练，地点伫新德教会，时间是6月10号下午8点半。课程内容也请咱家己来看。其他的消息是合作社理事会伫6月11日，要伫12点半伫7公1室召开，请李干事来出席。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透过有来庆祝6月份的生日，相信今仔日也是4位兄弟姊妹因属灵的生日。咱一届，咱请陈阿全兄、阿湘子、陈清水兄弟甲黄庭玉姊妹起立。咱一届炮啊声来甲因欢迎。好，不要紧。好来，请坐。请咱等下爱餐饭顿时间，倒一届来到6楼做伙来庆祝，好来，请坐。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。请咱来吟圣诗上扬第390首。何乐天父万福本源，吟诗煞，咱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何乐天父万福本源，愿灵极大。人来矫正，
阿乐耶稣向我最宽，最我中保，将你满光。双为一体，即心即情。阿门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帮助阮。高用阮的恩赐，彼此服侍，彼此帮赞，互堂教会正做一个厅，阳光里充满恩赐，彼此和谐所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田乐灭岛。
请牧师来主持平安礼。咱做伙起立，彼此握手来请安。